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3天。前线共发生165次战斗，在顿涅茨克地区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军正被乌军逐步合围，一个周长约40公里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围困大约800名俄军。从战场来看乌军近期在波克罗夫斯克采取多线推进，控制交通要道和关键高地，逐步压缩俄军的活动空间。被围俄军的补给线遭到切断，其严重威胁弹药、粮食和燃料供应日益紧张，俄军持续作战能力明显削弱。也有媒体说尽管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多布罗皮利亚形势对乌军很乐观，但乌军依然没有能力短时间内消灭这股俄军。俄罗斯方面的信息也显示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处境不断恶化，乌军连续几周发起反攻，至少有1支俄军部队被围困。乌军突击部队司令曼科上校证实了此类消息，称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的后路已被切断3周，整个突出部形成了大小3个包围圈，分别位于库切里夫亚尔附近、沃洛德米里夫卡附近和拉金罗登斯克一线。根据这个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和乌军总参谋部发布的这个战报称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推进了3到7千米，夺回了7个定据点，并清剿了俄军9个破坏侦察小组，总计已收复160平方千米的乌克兰领土，清除了171平方千米内的俄军破坏侦察小组的威胁。俄军损失2456人，其中1322人被打死。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博主叫阿纳托利拉多夫证实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战线形势持续恶化，乌军已持续数周发动反攻，据报已包围1支俄军部队，第2支部队也可能陷入包围圈，该战区俄军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大。那么最近在扎波罗热方向呢，乌克兰连续打击了多个俄罗斯的指挥系统，前后共有数十名俄军军官在袭击中身亡。诺尔报告报道，当地时间9月19日，俄罗斯第7空降师的前线指挥部遭到海马斯火箭弹的问候。乌军还同时发射了密集的 FPV 无人机群，俄军指挥所入袭后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初步统计有7名俄军军官被击毙，包括2名上校、2名少校和3名上尉。早些时候，据前线军事记者披露，扎波罗热俄罗斯第3日伍集团军总部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具体位置则在沃斯科列先卡一带。据悉，这群身份不明的破坏者在俄军指挥部附近纵火，随后大火蔓延至俄军的建筑物和掩体，火灾和浓烟导致18名俄军军官身亡。你说这个上哪儿说理？指挥部居然被人纵火给烧了。这个乌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幽灵又在克里米亚干了一把大的，据说一次性摧毁1.15亿美金的俄军装备，包括俄军的直升机、巨型雷达。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在克里米亚发动突袭行动，重创俄军。行动中，乌方成功摧毁了3架俄罗斯米8运输直升机，总价值约15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一套价值高达1亿美元的涅伯 U 远程预警雷达系统也被彻底的摧毁。这意味着俄军一夜之间损失超过1.15亿美元的装备，克里米亚正逐渐沦为全球最昂贵的废墟。专家指出，涅伯 U 是俄军最先进的防空预警雷达之一，能探测数百公里外的空中目标，如今被乌军精准打掉，无疑是对莫斯科的沉重打击。随着乌军袭击不断深入，克里米亚的俄军设施正变得越来越脆弱。该雷达并非隶属于地对空导弹系统，而是远程防空网的一部分这是重要的一个节点，专职提供持续的空域监测，并将目标数据传输到防区指挥中心，然后再传达给防空部队。该雷达探测战斗机大小的目标，距离为400公里，高度20公里。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9月21日通报称，防空部队过去一夜在俄罗斯领空击落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说过去一晚
值班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2架在克里米亚共和国上空，4架在黑海空域，2架在布良斯克州上空，1架在库尔斯克州的上空。在乌克兰漫长的前线俄军在乌东战场已投入70万兵力，整体推进速度却始终缓慢。近期备受关注的红军城战役更是典型的例证。自去年起，俄军便在红军城方向集结11万兵力，过去2个月更是发起全面攻势，然而始终未能攻克该区域。更关键的是，据消息显示，乌军在此间已展开反击，战场态势正发生转变。当人们以战斗民族形容俄罗斯，但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乌克兰，其军队的战斗力同样不容小觑。在很多人看来，乌军的战斗力在欧洲至少能排到第2位，实力超越英法德等邻国。面对红军城这样难啃的硬骨头，俄军能否突破仍是未知数。泽连斯基亲赴前线慰问并嘉奖乌军士兵，如今看来正是对当前战局新变化的直接回应。由于乌军持续不断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燃料危机持续升级。夏诺夫格罗德州汽油飙升至每升88卢布，加油站空空如也。库尔斯克限售20升每一辆车，大宗禁购。俄罗斯博主直呼崩溃。南部重灾区克里米亚92号汽油全面断供，95号汽油已经飙升至80卢布，罗斯托夫部分断油，92号75卢布，95号80卢布。斯塔夫罗波尔供应紧张。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20个以上的地区燃油短缺，油价狂飙。由于俄军在前线迟迟没有进展，这个普京需要一个替罪羊，需要有人背黑锅为俄军在乌克兰前线的失利要负责任。那这个人呢，就是拉平将军。俄罗斯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前司令亚历山大·拉平被解除俄罗斯军队职务。他不是降级也不是调开，是解除了军队的职务，也就是从军队系统离开。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拉平自从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不仅丢掉了沃尔昌斯克，还丢掉了那个利曼，没能保住库尔斯克。那么这次反攻呢，这个苏梅地区又遭到了乌军迎头痛击，导致这位以指挥交通而擅长的，曾经被紧急调往比尔格莱德剿匪的这么一位曾经当过北方集团军和中央集团军司令的，而且一度这个拉平的呼声很高准备要接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的，后来跟俄罗斯的这个大军阀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发生口角，卡德罗夫要枪毙这个拉平，要把拉平贬为一个普通士兵，给他发一把冲锋枪，让他到前线冲锋那么这一次他光荣的退伍，再也不用在前线担惊受怕。但是乌克兰人失去了一个好伙伴。据说这个光荣退役的拉平将军现在担任一个地方领导人的秘书，叫达达斯坦负责人鲁斯塔姆·米尼哈诺夫的助理。也不知道这个达达斯坦这个负责人跟卡德罗夫关系怎么样。如果他跟卡德罗夫关系不错的话，那难免拉平将军小鞋恐怕是也都穿了。甚至有人怀疑拉平将军能不能安度晚，能不能平安落地都是个问题。这一方面也说明俄罗斯军队高层斗争非常激烈，内斗所以这个格拉西莫夫已经70岁了，这普京还要给他留任，也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接替他。俄罗斯作为第2军事强国居然都没有这个指挥人才，没有一个可以领兵打仗的，这个凸显俄罗斯军队这个高级人才后继乏力后继无人。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利用被冻结在英国的数十亿英镑俄罗斯国家资产为乌克兰提供新一轮贷款的可能性。该国财政部长雷切尔·里夫斯提出一项计划，可能类似于欧盟在周六哥本哈根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向欧盟财政部长们提出的计划。里夫斯没有公布该机制的具体运作细节，但强调贷款将符合国际法，并且不会涉及对俄罗斯国家资产的永久没收。什么意思呢？不是冯德莱恩那个叫偷天换日吗？欧盟发债，这个债呢
募集资金给谁呢？借给乌克兰。那他募集谁的资金呢？谁来认购这个债呢？他们就用欧盟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来认购欧盟发的债，就欧盟的信誉发债。那欧盟的意思是，他是要还给俄罗斯的啊，虽然没有经过俄罗斯的同意，他就用俄罗斯冻结的资产去买了这个债啊。这个债呢，募集了钱是给乌克兰用。那乌克兰怎么还欧盟呢？这个债呢，怎么兑付呢？乌克兰等到俄罗斯给乌克兰战争赔款，拿战争赔款还欧盟，然后欧盟再去还俄罗斯。你看看啊，就是把直接没收啊，绕了一个弯，变成一个这个民事纠纷，还是对吧？不行就走法律程序吧。那英国为什么也这么干呢？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资产啊，一大部就是大概1850亿欧元，是被欧盟的这个比利时一个银行给冻结了。那么英国呢，它也冻结了俄罗斯的一些资产。英国不属于欧盟，所以英国它也学欧盟，对吧？我们冻结了俄罗斯资产，我也这么玩，发债，大概这意思啊。那么英国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是多少呢？是250亿英镑。所以你们对吧？也就是国际社会不要老说欧盟啊和英国啊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人没有没收，只是拿他的资产去借用了一下，对吧？占用了一下，去认购债券去了，到时候还要还的，所以这个就避免了法律问题啊。普京啊有苦没地方说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乌克兰展示新型的佐祖利亚自杀式无人机，航程高达2100公里。这个乌克兰开发者展示了佐祖利亚，实际上叫布谷鸟啊，这是一款远程自杀式攻击无人机，能够打击最远2100公里外的目标。该无人机的展示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武器库升级的一部分，已经获得了国防部的官方认证，并正在积极采购用于前线。那这个布谷鸟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被设计用于对战略目标进行深度突袭，确保高自主性和精确性。该无人机巡航速度每小时130公里，无人机携带10到15公斤的炸药。这个布谷鸟的关键特点是其视觉导航系统，该系统与飞行控制器中的专有惯性系统集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视觉传导啊，也就是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可以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自主的寻找目标进行轰炸，因为它通过视觉啊，它提前呢将这个路线啊、这些目标啊、建筑物啊等等，它都已经这个数据啊都已经存到这个无人机里面去了，然后再根据无人机的视觉的把它的摄像头拍到的这地形进行比对，比对上了它就炸，对吧？比对上了它就直接完全飞，就是它就完全可以自主去飞去轰炸，它提前把这些东西录在里，那这样它就不用这个 GPS 数据传输啊，就是没有 GPS 的情况下，或者是在非常强的 GPS 干扰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影响它，所以这个长距离飞行中偏差降至最低，而且有非常强的抗信号干扰就是电子对抗，所以这个啊，一旦正式投入战场，那恐怕对俄罗斯的打击啊，那是相当大的。这电子对抗没用了啊。不过说一架无人机成本4万美元，这个说贵也不贵啊，但说便宜也不便宜，这个要大规模量，对吧？每天给俄罗斯啊发送1000架这样的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9月20日告诉爱沙尼亚媒体，北约对俄罗斯最新挑衅的反应表明，北约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他说啊，我们周五看到北约运作非常高效，甚至以至于如果我们真的被迫使用最后手段，即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佩夫库尔还表示，俄罗斯的挑衅旨在将西方的注意力从乌克兰身上转移开。他说啊，这正是俄罗斯想要的，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帮助乌克兰这一扇转移开，而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后院，这是此类挑衅背后的关键目标。而这个美国人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外交官呢，前国务院乌克兰事务特别代表叫库尔特·乌尔克，他说啊，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发动攻击，因为他感觉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处于弱势。乌尔克指出啊，俄罗斯人明白他们在乌克兰前线没有推进，他们的夜间空袭没有战略影响，因此他们在试探北约国家，并试图威胁他们。这个特朗普啊再次呼吁欧洲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本周早些时候，在飞完英国之前，特朗普已经呼吁欧洲国家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彭博社援引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州一次活动上发言称，欧洲人正在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这不应该发生。而这个泽伦斯基啊，他在接受这个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啊，泽伦斯基准备啊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届时啊将敦促特朗普对俄罗斯采取制裁。他呼吁啊乌克兰的盟友停止滥
浪费时间。这个泽连斯基他还说啊，将美国可能实施的制裁与要求欧洲国家率先采取行动挂钩，这实际上是在减缓对普京的压力。欧盟表态啊，不会盲从特朗普的要求。冯德莱恩明确表示，欧洲联盟不会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对来自印度和印度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欧盟将自主做出决定。他在接受比利时晚报采访时表示啊，此外，布鲁塞尔正在准备2025年底前与印度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他强调啊，新的贸易协定能加强欧洲的地缘政治地位，减少对白宫的依赖，也就是欧盟啊不会对特朗普对美国是亦步亦趋啊，对吧？也就是特朗普你能无视欧洲的安全，你这么不管欧洲了，你还要求欧盟跟你同一个步调。这个彭博社说啊，说大多数欧盟国家都拒绝了俄罗斯石油，然而布达佩斯和布拉迪斯拉仍然以能源安全为由在进口俄罗斯能源，说的就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那么如果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不开始拒绝俄罗斯石油供应，欧盟可能会对通过友谊输油管道输送的俄罗斯石油征收关税，也就是欧盟啊，那到时候逮谁的征这个关税啊，对吧？这个欧盟是叫精准打击，他对印度的公司啊，从俄罗斯拉石油他要制裁，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从俄罗斯买石油也要制裁，但是他不对一个国家进行关税贸易战啊，就这意思，他不跟着这个特朗普后面发动关税战，所以这一块特朗普是失算了啊。9月21号，特朗普的前顾问波尔顿他说啊，美国总统没有明确的战略来结束乌克兰战争，并试图逃避现实。他批评特朗普对制裁的前后矛盾，称特朗普就俄罗斯能源问题向欧盟发出最后通牒，是为了避免俄罗斯，对吧，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行动。还是波尔顿呢了解特朗普啊，不光波尔顿啊说特朗普无计可施，就连特朗普的这个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这个凯洛格啊，他也说啊，美国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直接达成和平协议，但很难实现，因此凯洛格认为首先应该实现停火。大家看视频啊。It's possible to deliver a peace deal that respects Ukrainian sovereignty while forever deterring Russia? It's going to be really hard because even if it's a peace, you're going to have a ceasefire. You have to stop shooting. That's a ceasefire. Putin knows that if he goes to a ceasefire, once the shooting stop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hard to restart it again. So my preference is always a ceasefire, bu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go to a peace deal firs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to get to. Putin doesn't want to go there yet. Putin thinks he can win militarily. I don't think he can. 那说明凯洛格啊跟特朗普的这个看法完全不一样。特朗普就是要求泽连斯基、普京，对吧？要么双方会面，要么三方会面，直接达成这个和平协议。这个其实也是普京的这个想法，普京的意思。但是泽连斯基希望是先停火。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是站普京这一头的。那显然凯洛格就不认可了。凯洛格认为啊，达成和平协议不可能，实现不了，应该先追求停火。也就是特朗普啊，这个8个月来啊，关于俄乌停火这个斡旋，实际上基本上啊，不仅让欧盟、让乌克兰，也让俄罗斯，对吧？更让美国啊那些共和党议员、美国国内的人都看出来特朗普啊没啥水平，也就是他在斡旋俄乌和谈这一块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啊。2个星期又2个星期，对吧？他不停的对媒体说啊，再给他2星期，再给他2星期，多次表示啊对普京失望。但是有什么用呢？说不好听一点啊，就有点不自量力。乌克兰的远程制裁说8月至9月影响俄罗斯40%的炼油产能。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行动正在见效，尽管本月打击次数减半，俄罗斯受影响炼油产能却翻倍。这场行动至少与蛛网计划和摧毁黑海舰队行动同等重要。确实啊，乌克兰人与其指着这个欧盟啊，指着特朗普去制裁俄罗斯，不如啊自己，对吧？积极主动先动起来，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这个比什么制裁啊都来得直接。俄罗斯拥有46座炼油厂，年炼油能力预估3.17亿吨。那么作为对比啊，说罗马尼亚年产1300万吨，德国是1.04亿吨，意大利是8710万吨，奥地利是1020万吨，法国是6040万吨。若需要与俄罗斯持平，还需要加上英国的5800万吨的年产量，也就是啊，这个俄罗斯一个国家的年炼油能是德国、法国、英国、
意大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之和。然后这个麦凯恩说啊，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炼油厂，这个产能是够大啊，怪不得这个乌克兰连炸2个月啊，对吧？才炸了40%的产能。在这46座炼油厂中，19座曾遭乌克兰武装力量打击，另有1座叫鄂木斯克炼油厂，则因2024年4月5日大坝溃堤引发的洪水而受损。仅8、9月期间，乌克兰对14座不同炼油厂实施了21次打击，萨拉托夫就这个2个月里面遭到3次打击啊，受影响的年炼油总产能达1.269亿吨，所以相当于俄罗斯的年炼油产能的40%。那所谓的影响指什么呢？对吧？每个炼油厂啊被毁坏的程度也不一样，部分炼油厂被永久关停，而另一些则暂时停产后后续恢复运营。这正是乌克兰对同一目标实施重复打击的原因。年原油加工能力1710万吨的梁赞炼油厂曾遭8次打击。那打击的后果咱们就说过了啊，俄罗斯各地加油站都排起了长龙，原油出口增加而精炼产品减少，导致收益下降。因为俄罗斯已经连续2年吧，对吧？这个汽油、柴油都不让出口了，冬季储备燃料被迫提前调用。如果乌克兰继续深化这个打击，那么会对俄罗斯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比如说社会不满情绪蔓延，以及国内燃料维持战争的能力衰退，这将迫使俄罗斯进口成品油，比如从白俄罗斯进口汽油、柴油，或者从中亚国家这个会强化俄罗斯人这种战火已经烧至本土的这种认知。长期来看，若超过60%的炼油产能持续关停，战争经济可能崩溃，俄罗斯无法负担每日数千万美元的柴油进口成本以维持战争，这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创俄罗斯战争机器，其影响程度目前仅能推测也就是还要看乌克兰持续打击。现在只打击了14座炼油厂，还有30座炼油厂还没打击到，这个30座炼油厂是不是离得太远目前可能还够不着，或者是这30座炼油厂恐怕就是产能产量比较小，所以它排不到前面来。根据乌克兰外国情报局披露说截至2025年9月1号，俄罗斯注册企业数量已降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联邦统一法人登记册中仅存317万家企业在案，而2023年同期该数字为329万家。那这个很简单因为俄罗斯的利息已经21%了，那很多企业赶紧关门吧，加上俄罗斯的税是越收越重对吧？所以企业注销肯定是持续增加。2024年俄税务部门注销了10万家法人实体，2023年注销17.2万家，2022年注销21.4万家。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企业死亡率较出生率高出近50%，贸易、建筑和工业企业的倒闭现象最为突出。这个还是乌克兰外国情报局说如果克里姆林宫骤然削减军费开支，就将引发俄罗斯经济崩溃，但俄罗斯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战争的融资。情报资料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重塑其经济结构。过去3年的军事化进程使得俄罗斯陷入困境，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升至 8%， 上一次 8% 还是前苏联时期升到 8% 之后苏联就解体了。这一次看俄罗斯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就是国防开支占 GDP 超过 8%、7%吧就要解体。军事工业综合体已经成为需求的主要驱动力。此举虽维持了战略部门增长，同时却破坏了经济平衡，使得私营企业与民用产业边缘化。如果俄罗斯恢复和平经济模式，必然导致急剧的衰退。结束战争之后，莫斯科将开始削减国防开支，会导致国防工业数百万雇员失业，军工企业集中的地区将失去经济基础。此外，数十万合同兵复员也将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当前俄罗斯预算已显疲态，2025年上半年联邦收入下降近 17%， 主要原因是油气收入减少，能源出口被迫大幅折价，油气收入增长无法弥补损失，迫使俄财政部提高税率并开征新税，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压力。制裁与技术进口限制正导致俄民用制造业退化，企业被迫生产更廉价、更低端的产品，削弱了市场竞争力。长期来看，这将使该国失去重返全球高科技产品市场的能力。俄罗斯已陷入军事租金陷阱，克里姆林宫既无法承受骤降
军费带来的崩溃，也难以持续维持战争资金的供给。这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且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全面体系重构才能脱困。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天普京召开经济部门会议普京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沮丧，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进入进退两这么一个境地，再加上欧盟第19轮制裁，俄罗斯的经济什么时候崩溃谁也说不好，但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走向崩溃，这是确定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